使徒行傳1章。提阿非羅啊，我已經作了前書，論到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教訓的，直到他藉着聖靈吩咐所揀選的使徒，以後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。他受害之後，用許多的憑據，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。40天之久向他們顯現，講說神國的事。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，囑咐他們說：不要離開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應許的，就是你們聽見我說過的。若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幾日，你們要受聖靈的洗。他們聚集的時候，問耶穌說：主啊，你復興以色列國，就在這時候嗎？耶穌對他們說：父憑着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，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。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必得着能力，並要在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，直到地極，作我的見證。說了這話，他們正看的時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雲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見他了。當他往上去，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，忽然有兩個人，身穿白衣，站在旁邊，說：加利利人啊，你們為什麼站着望天呢？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，他還要怎樣來。有一座山名叫橄欖山，離耶路撒冷不遠，約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當下門徒從那裏回耶路撒冷去，進了城，就上了所住的一間樓房，在那裏有彼得、若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腓力、多馬、巴多羅馬、馬太、亞勒腓的兒子雅各、奮銳黨的西門和雅各的兒子猶大。這些人同着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瑪利亞，並耶穌的弟兄，同心合意的懇切禱告。那時有許多人聚會，約有120名。彼得就在弟兄中間站起來，說：弟兄們，聖靈藉大衛的口，在聖經上預言領人捉拿耶穌的猶大，這話是必須應驗的。他本來列在我們數中，並且在使徒的職任上得了一份。這人用他作惡的工價買了一塊田，以後身子仆倒，肚腹崩裂，腸子都流出來。住在耶路撒冷的眾人都知道這事，所以按着他們那裏的話，給那塊田起名叫亞勒大馬，就是血田的意思。因為詩篇上寫着說：願他的住處變為荒場，無人在內居住。又說：願別人得他的職分。所以主耶穌在我們中間始終出入的時候，就是從若翰施洗起，直到主離開我們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，必須從那常與我們作伴的人中立一位，與我們同作耶穌復活的見證。於是選舉2個人，就是那叫做巴撒巴，又稱呼猶士都的若瑟，
和馬提亞。眾人就禱告說：主啊，你知道萬人的心，求你從這兩個人中指明你所揀選的是誰，叫他得這使徒的位分。這位分猶大已經丟棄，往自己的地方去了。於是眾人為他們搖籤，搖出馬提亞來，他就和11個使徒同列。